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咧，我揀選咗我哋良友電台喺國內一位嘅聽眾嘅來信，我哋為佢守望。咁呢個聽眾咧，佢姓陳，係陳姊妹。陳姊妹咁講嘅話，孩子咧喺上小學嘅時候啦，或者係我用咗比較高壓嘅強勢嘅態度，我哋嘅關係咧就真係好緊張。但我認為對孩子好呢種嘅方法帶嚟嘅效果卻係好差，我自己心裏邊都覺得好委屈，覺得自己呢係出於對兒子嘅愛，卻係冇得到理解。後來呢，我跟住你哋良友電台親子教育嘅節目一齊嘅學習啦，慢慢我先發現，原來我喺度傷害緊自己嘅孩子。我喺主人面前流淚痛哭，願意照住神嘅意思，照住節目嘅教導去引導孩子。當我改變之後，發現我個仔開始接納我，我哋亦都有好多嘅交流，母子嘅關係比原來好咗好多，真係非常嘅感謝神，亦都好多謝良友電台對我嘅幫助。我哋一齊為陳姊妹禱告啊！天父，我哋真係好感恩睇到陳姊妹佢願意學習，亦都願意當睇到自己問題嘅時候去學習改變。我哋感謝你讓佢同兒子嘅關係能夠越嚟越和睦。我哋更加求你嚟到去繼續幫助姊妹，讓佢同孩子嘅關係咧可以更上一層樓。我哋心願同時間你都繼續賜福我哋良友電台呢啲親子嘅節目，特別我哋加拿大遠東亦都係負責其中一個節目叫親情不斷電嘅。求主你使用我哋呢類嘅節目去祝福喺神州裏邊嗰啲嘅父母同埋佢哋嘅孩子嘅關係。我哋同心嘅禱告仰望，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我哋下個禮拜約定你哋繼續一齊守望神州，拜拜。